大家好，歡迎收睇 LUA Channel 會長的話節目，我係保協會長 Teresa。上個星期經過超級颱風華加莎嘅洗禮之後，天公造美，令到我哋今年度其中盛事之一嘅保協生命傳愛慈善跑2025能夠喺9月28日順利舉行。作為保協會長，見證住超過1800位嘅參加者聚首一堂，為慈善出力，實在真係令人感動。今年嘅慈善跑雖然繼續選址喺香港科學園高坤會議中心廣場金蛋舉行，背後咧都別具意義嘅噃，因為適逢生命傳愛行動保單捐贈計劃踏入20週年。回顧過去20年，計劃累積認捐嘅保障額已經突破6億港元，兌現嘅捐款更加高達1000幾萬嘅港元，充分體現保險業界關愛社群嘅精神。為咗紀念呢一個重要嘅里程碑，我哋特別喺今屆慈善跑當中加入咗保單同埋器官捐贈嘅元素，希望喚起大眾對生命價值嘅關注。自2016年首辦以嚟，保協生命傳愛慈善跑一直深受業界同埋公眾嘅支持，參與嘅人數累計已經超過過萬。今屆嘅賽事依然設有10公里、3公里個人同埋團體賽事，同埋廣受歡迎嘅家庭組賽事。同時咧，我哋都特設咗4×1公里嘅接力邀請賽，同埋生命傳愛跑1公里嘅邀請賽，讓唔同程度嘅跑手都能夠參與當中。為咗讓活動更具影響力，我哋今年再度邀請多位重量級體育健將擔任活動大使，包括首位參與南極長跑嘅視障跑手梁小偉、著名長跑好手陳家豪，以及香港超級馬拉松運動員黃俊橋。佢哋唔單止以行動支持今次嘅活動，更加用親身嘅經歷鼓勵大家突破自我，活出精彩人生。據初步嘅統計，今年嘅賽事善款籌募成績令人鼓舞啊！我哋將所有團隊贊助嘅善款撥捐俾香港移植運動協會同埋香港盲人體育總會。呢兩個機構多年嚟致力咁嚟到去協助特殊需要嘅人士投入運動，建立自信，重拾生活希望，與保協推廣嘅生命傳愛嘅理念不謀而合。事實上，作為保險從業員，我哋唔單止嚟到去為客戶提供保障，更加肩負住回饋社會嘅使命。喺呢度，我好衷心感謝所有嘅參賽者、嘉賓、贊助商、義工以及保協團隊嘅支持同埋付出，能夠讓呢項富有意義嘅活動得以圓滿舉行。展望未來，保協將繼續秉持生命傳愛嘅理念，透過唔同嘅活動凝聚業界力量。成日都話施比受更為有福，真係希望我哋每一個都能夠成為別人嘅祝福，讓愛心永續傳承。今日節目嘅時間差唔多啦。如果大家想獲得更多嘅資訊，記得關注 LUA Channel 保協頻道，我哋將會有更多行業最新嘅消息同埋資訊分享俾大家。拜拜。